最近我接觸到 Dolores Cannon 嘅研究，佢畢生致力透過深度催眠同埋工作探索潛意識。雖然我唔係好似佢咁樣探索前世，但我覺得佢嘅研究非常之有趣，尤其是去講我哋每一個人內在嘅深度同埋智慧。喺我自己嘅 practice 裏邊，我引導人去進入放鬆、接納嘅狀態，等佢哋同佢哋嘅潛意識建立連結，唔係為咗探索前世，而係更加理解自己嘅情緒模式同埋內在任何嘅阻礙。呢個過程有助於放鬆啦，亦都可以放鬆累積嘅緊張，獲得清晰感。亦都可以重新揾返你嘅平靜同埋平衡。我亦都好同意 Dolores 嘅觀點，我哋嘅意識係可以觸及更深層次嘅維度。我自己亦都親身體驗過，而我亦都喺我嘅課程裏邊見證咗其他人亦都有同樣嘅體驗，可以接及更深嘅層次。我絕對相信，當頻率同埋能量對齊嘅時候，好多好奇妙嘅事情係可以發生嘅。我哋內在有太多嘅嘢學，就算我哋見唔到，但係都唔代表佢唔存在，佢哋只不過係喺幕後發生緊。潛意識其實超遠咗我哋嘅想像。當我哋為佢創造一個安全、專注嘅空間去探索嘅時候，往往就可以發現到一啲答案，又或者得到適當嘅治療、療癒，並體驗到單靠意志係無法可以感受到平衡感㗎。歸根究底，呢一切都係關於療癒、自我察覺同埋身心健康，為人哋去創造一個空間，俾佢哋同佢哋自己建立更深嘅層次同埋嘅連結。而我亦都非常之咁期待繼續深入去探索研究，睇下仲有任何其他嘅可能性。因為我絕對相信我哋人嘅內心係仲有好大、好驚人嘅潛力。